国会这款修法的实行结果，包括要求总统爱定期去做国情报告，也个爱随问随回答的部分违宪。刑法的表示国会罪也是违宪。欧洲议会通过支持台湾的决议，包括反对中国继续黑白解读联合国第275号决议，这是欧洲议会目前上明确的表态。美国总统大选剩无2礼拜，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去到乔治亚州造势，前总统奥巴马有去徛台，嘛有真侪明星去参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今仔日的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国会这款修法的实行结果。宪法法庭宣判要求总统爱定期去做国情报告，也个爱随问随回答的部分违宪。伫咧刑法的表示国会罪也是违宪。另外包括着人事动议权、国会调查权、听证权是部分违宪。另外针对着反质询的部分，宪法法庭判决是明确定义出，若是用问题去回答问题，也有问清楚质询问题这款行为，无算是反质询，相关的法则嘛是部分违宪。大家拢伫注意的国会这款修法实行案，宪法法庭25正式宣判，其中上受关注的总统国情报告判决指出，伫本质顶面虽然无违宪的问题，立法院应邀请总统国情报告，也过总统无出席的义务，是毋是要去，也过报告内容甲范围，拢用家己来决定。立法院也无权询问总统，也是要求答复。定期报告甲一问一答违宪。立法院听取总统国情报告时，无指定国情报告内容之权，亦无就其国情报告内容对总统为询问，要求总统答复，其立法均逾越立法院宪法职权范围。因若其他部分，国会调查权部分合宪，部分违宪；国会听证权部分合宪，部分违宪。宪法141条之一藐视国会罪判决违宪，人事动议权是部分违宪。其中国会调查权部分，大法官认为立法院设调查委员会合宪，也过调查专案小组、刑事调查权甲调阅权已经违宪。不管是在裁判确定前后，这个部分都涉及到宪法机关行使职权的核心，并不是立法院它的调查权行使的范围。反质询部分判决指出，以问答问甲查清楚质询问题无构成反质询，也过规定，向质询的人袂使拒绝提供资料，不得缺席，也是有其他藐视国会行为，也个有法则的部分。超越立法院宪法职权判决违宪。被质询者他完全进行主客意味，把立委当作被质询人来进行的情况，这个还是可以想见的。而当有这种情形出现下的时候，他仍然可能会构成反质询。主席可以制止官员进行反质询这个部分，我们是保持合宪的结论。因为宪法141条之一藐视国会罪原本规定，公务员伫立法院听证也是接受质询时做虚伪的陈述，应处1年以下徒刑，拘役也是20万以下罚金。大法官认为无符合宪法，最后手段要求宣告违宪，马上失效。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支持台湾的决议，其中也包含着反对中国继续黑白解读联合国的第275号决议。这是欧洲议会目前为止上明确的表态，而且嘛谴责中国的威胁甲打压，也有支持咱台湾参与国际，强调台湾是欧盟的关键同伴。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2758 and its continuous military provocations around Taiwan. 欧洲议会支持以432票赞成、60票反对、71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新一届的第一个天台决议，其中包括反对中国持续黑白解释年代第2758号决议，是欧洲议会各党上明确的表态。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2758 is very short, only 150 words. The word Taiwan does not appear. 决议文提出21项主张，亲就谴责中国对台湾军事起武康，阻碍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重申台湾是欧盟的关键伙伴，要求欧盟以外交和经济抢大来阻挡中国，而且深化和台湾各领域的交流，和来签双边投资等等各项协定。其实日的大会辩论对激左到激右，拢总24个下党派议员轮流发言，会使讲拢是咧批评中国威胁印太区域安全、打压台湾的行为。Taiwan was never part of the PRC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49.
Perhaps you should seek ways to become attractive for the Taiwanese who live in a democracy and dislike a prospect of being treated like the Hong Kongers. 全球第3个通过的国会或欧盟有我议案。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以具体行动反对中国错误诠释联大第2758号决议。外交部是关渡肯定和诚心感谢欧洲议会决议。陆委会是发挥北京当局莫搁伫国际之间强迫推销一中的白插话，而且呼吁停止用武力来威胁台湾人民，才会当帮助两国的关系良性发展和台海的和平稳定。总统赖清德也伫社群平台感谢欧洲议会支持台湾，强调会以互相共享的价值和对和平的坚持，打造更加勇健民主保护线。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第21号风台空瑞已经形成，预估接落来是会进入到琉球的海域。目前看起来是较袂直接影响到咱台湾，不过后礼拜渐渐晚近台湾的时阵，可能又搁会带来大雨。也目前另外一粒风台潭美风台是已经去到南海，敢会和这个空瑞风台互相影响，就要继续观察。经过一暝强风大雨，台北市阳明山永德大道路树倒去坏伫路边，山区4间中小学因为大水河积淹水，考虑安全2、5拢停课一天。文化大学是用万古里线顶上课，出名的风景区景天宫早起风雨也真强，不少国外来旅客拢密入去游客中心闪雨。确实风挺大的，风挺大的，雨都是平的。Very nice.Beautiful. 因为潭美外围环流加东北季风强伴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大水雨特报，提醒基隆北海岸、湘北山区甲宜兰县落雨的气象。东北部地区原来有大雨，统计3天以来，阳明山的景天宫落雨量已经超过1200毫米。宜兰县南澳向西部山落雨嘛超过800毫米，基隆市暖暖运动公园7站原有超过660毫米的累积雨量。气象署讲，潭美风台已经渐渐进入南海，外围环流的影响会降低，不过台湾附近的水汽有较济。在东半部这边的话，其实还是容易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出现。宜兰这边降雨还是比较明显，不过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尤其这些地方，可能降雨呢也会变得比较明显，甚至会比昨天还比较大的区域哦。那是今年第21号风台空瑞2、5早起形成了后，目前向西北驶过来。气象署讲，未来空瑞甲潭美因为离较远，互相牵引的机会低，而且空瑞风台会伫后礼拜开始东北，无排除东北了后离台湾较近，到时阵东北季风佫增强，会佫带来大雨。它的外围环流也是东北风，所以说有可能让那个北部啊、东北部、东部这边的降雨的状况会持续，而且会持续比较长的这个时间，雨量可能也会稍微大一点点。不过前气象局长陈明典讲，潭美风台甲空瑞风台伫同一个大气压带内底，所以真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北方的副热带高气压持续偏强，空瑞不一定会东北，要阁观察几天啊。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潭美风台扫过菲律宾的吕宋岛，带来超过10级的强风，也有大水雨，沿岸是传出严重的灾情。那淹水淹到1站楼悬，嘛有引发土石流。目前这个当地是至少已经有26个人无命，被迫撤离去避难的超过16万人。大水雨一直落，强风也将路树吹甲用要断去。风台潭美伫24暗时登陆吕宋岛东北部，佮扫过吕宋地区，各地拢出现淹水到1站楼悬，居民被迫撤离。Lumigas po kasi binabaha po kami doon. Okay. Nagsabi po yung barangay na liligas kami. Kasi nga mahirap na yung mangyari ulit yung nakaraan. Lumigas kami, malaki na yung tubig. Kaya hanggat maaga, lumigas na kami para hindi kami mahirapan. 潭美是伫20西太平洋海边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了后伫2223前后升级做轻度风台甲强烈热带风暴。为登陆进前到扫过菲律宾北部、吕宋岛各处，尤其是太平洋沿岸，拢传出淹水甲土石流灾情。其中灾情上惨重是吕宋岛东南部的比科尔地区。目前已经知影死伫风台的案例当中，有14人死伫当地。除了大水雨，潭美也带来强风，上大连续风速是每点钟95公里，相当10级强风，上大阵风甚至达到13级。所以24这一天，被迫取消的民航班机有10多班。另外，针对潭美刷新东路线国省，菲律宾政府已经要求学校甲企业机构停班停课，外汇市场也停止交易。外电报道指出，潭美通过吕宋岛了后，北降级做热带风暴。
毋过无偌久，佫升级做强烈热带风暴，同时向西进入南海海峡。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咱做伙来关心美国的大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去伫咧乔治亚州造势时阵，前总统奥巴马是有来甲伊斗徛台，现场嘛有真侪明星来参加，一个传出说落来，贺锦丽伫咧德州的造势活动。音乐天后碧昂斯嘛会到场相听。目前为止，演艺界是有真侪人表态支持贺锦丽，包括导演史派克利、歌星泰勒斯，也佫有演员山缪杰克森等等。另外一边，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是已经传出要做伊的政权移交团队，名单有包括着伊的副总统候选人范斯甲川普的两个后生，也佫有右派智库 AFPI 的。麦马洪也佫有罗林斯，拢有加入川普的团队，甚至这个智库是已经研议要300份的行政命令，等下川普上任总统就会当签署。好前日是伫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郊外的户外体育场举行的这场造势活动，内底有 Rock and Roll 的大名星布鲁斯·史普林斯汀、有名的导演史派克利、电影名星泰勒·派瑞和山缪·杰克森等等。进前伫威斯康辛、密西根和宾州这几个选情正劲爆的摇摆州，替贺锦丽邮票做港的前总统奥巴马，嘛第一摆和贺锦丽同台，而且讲出袂当互川普当选的理由。He acts so crazy. And it's become so common that people no longer take it seriously. I'm here to explain to you, just because he acts goofy does not mean his presidency wouldn't be dangerous. 川普的前幕僚长凯利就向《纽约时报》和太平洋月刊表示讲，川普捌甲海讲，家己无亲像对希特勒真忠心迄种军事将领伫身边。凯利佫讲，川普是专制主义者、힘센独裁者，符合法西斯主义的定义。Staff John Kelly, a retired four-star general, confirmed that while Donald Trump was president, he said he wanted generals like Adolf Hitler had. Donald Trump said that because he does not want a military that is loyal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He wants a military that is loyal to him. 川普是伫家己的社群平台批评凯利是彻底对倒，讲伊有川普精神错乱症候群，伊伫黑白编故事，日是伫亚利桑那州的坦贝市咧邮票，继续替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来发挥，讲美国变作世界的粪扫桶。另外，伊当然嘛无放过贺锦丽，伊小看贺锦丽伫 CNN 选民提问节目的表现，甚至讲伊智商真低。We're like a garbage can. You know, it'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said that. 伫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活动，川普是对准 RA 和拉丁 A 的选民，表示讲，伊若当选，会启动美国史上上大规模的驱逐计划，禁止所有下性别的女性参加女子运动比赛。We will get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transgender insanity the hell out of our schools. And we will keep men out of women's sports. 选情是有够紧绷，政治极度的两极化，和美国社会是充满紧张不安的气氛。美国心理学会发布的调查显示，讲有65%的成年人是定定，无就是一直互政治舞甲真忝；，有55%的人毋是定定，就是一直因为政治在生气。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美国伫咧35当前有发生兄弟仔杀死爸母的案件，两兄弟拢有互人判无期徒刑，后来这案甚至佫改变做戏剧。不过前一阵仔，这家属是佫有提出新的证据，指出这对兄弟仔是长期受到老爸性侵，为着要自我防卫，才会来杀人，今嘛有可能佫会成做犯案改判的关键。用 Netflix 所制作的剧集《怪物》，以美国真实发生的人伦悲剧。梅内德斯兄弟太相亲的案件做故事的主场，伫这群杀出大家正期待第二季。故事内容是讲到自古巴移民过来、厝内正好呀家庭两个兄弟，1989年伫咧美国比佛利山庄嘅厝内杀死爸母，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袂当假释。因讲是因为长期和老爸伫咧心理、情感加性虐待，所以杀死爸母完全是因为自我防卫。一个被关30多年了，因有希望会当变案，家属提供新的证据，显示这个做大兄捌写过一张批，内面有讲到，伊担心若是讲出
老爸对伊的长期性侵，确定会先互爸母抬死。It's evidenced by this enormous following this case has had on TikTok. All of these young people who are, clamoring for them to have another trial and to relook at the evidence and stuff that wasn't included in the last trial. 梅内德斯兄弟大兄莱尔今年56岁，小弟艾瑞克53岁，两个人因为是犯同罪，坐监了被安排一个无同的监狱。在这段期间，两个人拢被禁止打电话，只个人靠着写批联络。一直到今年2月，做大兄的界别等级下降，因才发到见面。洛杉矶检察官李士讲，将会重新对这对兄弟量刑。也希望因会当伫咧今年的感恩节之前被假释。公司新闻沈乐培编写。根据咱国内求职网站的调查，目前少年辈想要做的职业排名，伫咧男性的部分，第1名就是要做网络红人网青，接落来就是工程师，而且第5名嘛是网络社群的小编。那女性的部分，第1名就是社群的小编，第2名嘛是网青。接落来则是空服员等等的职业。为着要因应即马网络世代的生涯规划趋势，那国外。咱国内大学即几档嘛有开设社群媒体相关的学系，也其实若真正要踏入新媒体产业界，那爱会晓影音图文的创作，嘛爱会晓社群的分析甲管理等等，有影无简单。网络时代创作的类型愈来愈多元，无论是影片、Podcast 还是 VTuber， 伫咧网络顶有真侪无同领域的网青。不过要成作为趁钱的网青，其实无遮简单。但伫咧爱尔兰的东南科技大学，就专门开设4年制的学位学程，教学生安怎来成做网青，吸引350人报名，最后是干那收10个学生。They're very insightful about social media, so they're really coming with a lot of knowledge. Some of them are actually working in that space already, and what they want to do is to see how they could do the work they're doing, but have a deeper knowledge of it. 事实上，咱国内的大学前几年就已经有社群媒体相关学系，对创作、社群分析、媒体管理到实际应用，课程是真多元。学者嘛指出，新媒体产业界的趋势是要求通才，所以学生爱学的物件其实真复杂。它跟以前的大众媒体比较不一样，它比较不是说区分的灯光是灯光，采访是采访，主播是主播，它其实比较要求全面的。所以像我们的学生，技术性上是有要求的，像他必须要会做图文讯息设计、视觉特效、短影音拍摄。对我们来讲，实习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学者嘛指出，目前学界的规划要求实习的时间，有提早到大学2年、3年的趋势，就是希望经过和业界接触，学生通量早清楚家己的方向，才袂到大学4年实习了，才发现家己不适合。想要灌输你的那些主轴很清楚。它会让我知道我在学什么。这个系教会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去善用这些工具。无论是爱尔兰因大学的网青学位，还是台湾的相关学系，根据咱国内求职网站今年所做的调查，网上职业的前5名，无论是查甫查某，前5名内底拢有网青甲网络编辑，可见新媒体产业界正吸引人。这个现象伫咧国内外拢同款。记者卢尚如、柯炳哲台北报道。即马 AI 技术正在发展，运用的范围嘛愈来愈扩大。伫咧欧洲各国的科学家嘛正在收集数千种猪仔的叫声，要用 AI 来研究猪仔发出这个声，到底是咧欢喜，也是感觉有压力。滴滴的叫声就会当破题，伊即摆心情是好还是歹？欧洲各国包括丹麦、德国、瑞士、法国、挪威和捷克等等的科学家录几千种猪的叫声，包括因咧耍的时阵，也是咧抢食物，再佮用 AI 演算法去分析因即摆的情绪，到底是正面的还是消极的状态。I think there is a big interest from everyone in having such tool. They can have an app on their phone and that kind of translates in terms of emotions what their pigs are saying. So. 曼德尔布莱佛讲，第一叫声就代表猪仔，即嘛是正面的情绪；第二叫声就代表猪仔无欢喜。亲像互相 A 来 A 去的时阵，猪仔就会出现这种叫声。另外声音若叫甲真尖，代表猪仔当面对压力，亲像因受伤会疼，当在相拍还是分离的时阵。另外这项研究嘛，互科学家知影讲，饲伫户外的猪仔比关伫厝内的猪仔压力减真侪。Having a person going through recordings and annotate and classify the calls is something that takes forever.
so it's costly and you do not get the data in real time. You can get the data in real time when you'r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马 AI 愈来愈发达，互科学家会当研究的范围扩大。即马大部分的研究重点拢放伫动物的身体健康，较少去看心理层面。科学家讲，若有搁较侪其他的数据，嘛会当用来理解其他饲灵类动物心理的状态。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祝福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